到底安怎啦？阿母免惊啦，咱门已经关起来啊。你若规身躯拢吐哦。不要紧啦，我来遐你来拜山互你换咧吼。多谢阿母。哎呦，家己的人啊，你讲多谢。对啦，出来的药啊，紧去做啊。好啦。Morning， 做啥开的药啊？就好的呢，较无遐尔烧啊。实在真歹势，你专个走一逝无打紧，佮害着小肉仔了，无甲规身躯。那你讲这话是要创啥？咱是翁家某呢，敢就要分开遐尼清楚？是讲遐尼晚，还袂回去，做啥卡上一定就着急的。无法度啊，小肉仔伫咧外口，恁兜也无查甫人，就算讲我有法度走转去，我嘛袂放心。无要紧啦，咱小肉仔走，才有拍死。阿母，毛利，真歹势啦！迄车包搁倒喺外口咧弄垃圾，我煞无法度去灌水，你的衫煞无歹洗呢。无要紧啦，无要紧。阿母，你先囥来啊，等一下再洗就好。阿母，你放心啦，手人有较好啊，手嘛已经摕啊。安尼哦，多谢多谢。秋兰，秋兰，姐，阿母，阿母伫遮，阿母伫遮。秋兰，你毋知伊是啥吼？伊姓几乎啦。几乎。秋兰，你足乖的，你着要紧好哦。等你好以后，师傅会买足侪足好食的汤啊，互你食，吼。恁大概巴肚真了吼，要无我来煮互恁食啦。多谢阿母。啊，毋过厝内面敢若限制签名，你毋知食会下袂？无要紧，阿母有通食就好。吼，安尼哦，恁真好，啊无我来煮吼。秋兰，你要创啥啊？要起来煮饭啊！毋免啦，好我煮就好啊，你乖乖倒来。日头要落山，较摊袂转啊！是讲药啊摕到地，落个山，也迄个囡仔毋知挡会到迄阵啊！好食，我想吼，茉莉还袂转来吼，一定有原因的啦。当初遐尼一个查某囡仔，对互某呢紧，伊就拢无介意，独介意这个土媳妇。土媳妇嘛袂歹啊，你看伊咧，遐骨力，遐尼乖，啊人以后读书，啊头脑嘛袂歹，啊你嘛定咧学落伊啊。我也毋是伫嫌，土媳妇确实是得人疼的好媳妇。我嘛是早起去因兜，才知影讲因厝遮尔善巧。当这时候，咱应该甲茉莉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才对。你讲是毋是啊？啊你即摆讲这是要创啥？茉莉，茉莉，我有代志想要甲你参详。什么代志？等秋兰脚若较好，我想要带伊来家里乡，甲咱住做伙。为什么？伊若甲咱住做伙，
才有法度去读册、受教育。我毋甘看伊留在遮咧受苦。即摆好佳哉是倒三救，谁知后摆会变安怎？我无意见，但是这件代志我无法度做主，要甲岛上参详一下。对啦，这件代志你敢有甲阿母讲？我袂甲伊讲的，心仔会知较好。苏家，岛上甲卡上拢求年岁啊，甲你较无话讲。若是树人甲你做伴，安尼嘛真好。岛上甲卡上是真开化的啦，应该是袂反对啦。好，我会甲因讲。安尼啊倒。树人遐尼得人疼，岛上甲卡上应该真介意，心歹是哪的？小巴走去啊！哈，走起来呀！哎呦，好咧，家在走起来。反正等下阁会走转来，啊你著较细腻。哦，好啦。我规暝无转去，岛上卡上是足烦恼的，我先来转。好好好。啊，对啦，迄衫我若洗好，我再寄下面的，叫伊甲你摕倒转的啦。多谢阿母，多谢哥。妹のこと忘れないで。分かったわよ。帰ったらすぐ言いますから、心配しないで。阿母，我先来转。当着你讲查某囝菜就查某囝菜，确实无安弄伊啦。阿母，你讲迄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家己心内有数啦。无啊，你拄则甲某你咧讲什么话啊？你哪会在咧欺负时差？讲迄个我听无的。我话讲正经，你毋通想讲你嫁好个，你着要摕钱倒转来甲我养的。你安尼大主大意，化起化落。我甲你讲啦，我甲恁后爸还阁也袂死咧啦。秀兰嘛毋是你生的，你毋通安尼想空想空，要倒转来带秀兰走啦，知无？虽然留伫厝里，早晚性命不甲无去。即摆若毋是无离岛上，虽然甲个性命倒伫眠床。这是阮兜的代志，要无当作阮杨家欠的恩情，安尼会用的袂？喂，唐牛，听有无？好，你来这啦。有当归无？有啦有啦，请你来这哈。卡上。无你食啊！你啥物啊吼？啊，食甲遐大汉啊，无啊大，还阁遐尼热，我叫啥物人客咧？甲骗讲要买当归，你也知影人转来吼？啊，你哪会穿这领衫？迄双的啦？真领，真领是托西哥因阿爸的啦。对啦，啊，都是讲伊照妹，有甲快活无？家在是岛上贴标啊，命算是救回来啊。好佳哉！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！诶，岛上的。恁岛上哦，昨暝吼，毋知等你到几点，啊早起来吼，讲伊头壳咧疼啦，敢若放着迄款。安尼哦，我去遐看卖者。吼，你去看恁岛上，啊，我来遐送互你换吼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さすがお父さん。你倒转来啊？お父さん，都是个营销没交，你开迄条药了，小体啊，人嘛较好啊。明年お父さんに感謝します。好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我咧食，你的衫我甲你遐会经啊，啊早顿嘛穿好来哦，吼，啊食饱了啊通去上班。ありがとう。父さん、母さん、有件代志
想要甲你参详一下。什么代志遐尼要紧是？是，咱都市国因小妹病若较好，我想要接伊来厝里住，毋知倒上甲卡上的意见。这个代志，应该大家来参详者，才做决定啦，吼。啊无，你去上班，等你下班了后，咱才搁讲。好啊，我来洗身躯。等你看，昨昏才你讲会麻烦，啊，等麻烦就来啊。天下的母亲第一个。小华，我唱歌，互你听，好无？有呀，给我呀，给我阿嘎多，我。哦，我的，有呀，给我呀，给我阿卡多么，哦我嘞得米卡诺哇，一直诺伊卡。秀兰，阿姊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等你脚力较好，阿姊带你家己去读册。我无爱去。是安怎？你毋是最爱读册？是啊，我是最爱读册啦，不过我无想要即马读。为虾米？我若缀你走，厝内的代志谁要来斗做？阿爸母嘛会更较艰苦，所以我要留伫厝诶。你若是搁留伫厝里，阿母一定袂带你去读册。安尼就莫读啦。秀兰，你毋是有答应阿姊要认真读册？是的啦，姊，我较介意甲阿爸阿母做工课。真的，我无甲你骗。你足戆的呢！你做工课赚的钱，嘛是留互生活，敢会留一点钱，互你做嫁妆晓？阿母对你遮尔啊无公平，你敢毋知影？阿母欢喜就好啊啦。你若安尼讲，我为你用心计较，毋甘你无去好好读册，毋则替你争取。连甲阿母避面，我嘛毋惊。想袂到，你煞去遁地，讲你无爱读册，无希望，我替你安排。安尼我算啥？你是拍算要我对你称心？你这敢我晓？我无啦，我无啦，阿姊，阿姊，我看你甲阿母冤家，我会艰苦才会安尼讲啦。阿
烦恼遐尔多，为着你，阿姊会争取到底。哎呦，搁教哦，大汉的搁会晓教细汉的，你莫破坏阮母仔囝的感情好无？你莫甲秋兰拖歹去啦！阿母，你莫遐尔无公平，你有栽培生活，嘛爱栽培秋兰啊。秋兰替咱厝内付出遐尔多，日也做，暝也做，连一句反应都无。伊唯一的希望就是去好好读册，连这点你着做袂到。要无我是要甲栽培啥物？毋过你有栽培生活，生活是查甫的，我当然爱甲栽培嘛。你若是秋兰甲你，恁是外头家神啊，嫁出去就是别人个啊。我若是该栽培，我当我咧加了一个个。秋兰，你是毋是上爱家母，倒咧厝里做工课？你讲啊，是毋是？你看，人秋兰嘛甲你点头。我一定要带伊去读册。免孝想，这间厝是我咧做主，无轮到你啦。秋兰，你毋免惊，阿姐替你做主。天下的母亲地，伊个。这明明是查某警察啊，查某警察啊！你嫁出去吼，搁咧插后头厝的代志，你在咧创啥个？来，我这边啊，无啊，你安尼走遮紧，你要去倒位啊？啊，到阮阿坤啊吼，甲阮媳妇啊，伫咧农场咧拍番薯签啦，我要走来遐找伊啦。哎，对啦，这回咱这农场哦，番薯也是大丰收哦，哦，请无工人。听讲恁后生哪咧做哪咧趁的哦？哈，是啦，啊无我先走啦哈。哎，这大妈的，听讲恁厝人咧破病，有较好无？有啦。哦，这回恁阿敏啊，会当过去千和县的因厝做新妇啊！哦，你真是福气哦！你看破病也免开钱，啊，食药啊吼，就送到恁兜去，哈哈！恁哦实在真好命哦！啊对啦，啊叫恁哦阿坤哦唔免伤病。这拢是你这个大媒人的功劳啦吼。哎，啊话我未讲完呢，昨日竞赛某哩啊，摕我讲要秋兰食，啊讲拄着迄小目啊，迄个肉啊，啊毋知有安怎无？是无安怎啦，爱着对阮囝婿来，啊踮咧阮的门骹口，安尼守规暝啦，啊阮逐个安尼行到要破大去，拢嘛毋敢困。哦，这小目啊吼，安尼愈来愈长手，我咧保正白啊吼，毋是咧做假呢。昨暗吼，我一定要甲掠来，了回树头啊，拍下床，看伊敢假笑无？对啦，甲掠起来吼，大家才袂惊到规门串户啦。对，即马是安尼啦。要来啊，这个小目啊，爱开一寡钱，因为我要做一个铁栏啊吼，较大卡的吼，来甲关起来。啊，这做这钱吼，啊，大家爱来寄付一下。这我拢有登记啦。这个阿水也是5角啦，啊阿顶是3角啦，阿土啊较济1块，啊迄落，哦，这阿坤安某吼见不识，啊讲到钱吼，走哪咧飞咧，一句屎呢呢。